啊，吃得来东冲啊吼，在拍广告，吼卖茶叶，看到冇？哦，那全部是茶叶咧，亚天凤啊是龙潭，根本係介绍嘅茶呢。人讲龙潭最有名嘅茶，我都冇人哋啊，龙潭茶。 哎呦，我快乐耶！我是你的新宝贝。有呐！今天嘅来宾就係善良三姊妹，也長春發牌嘅姊妹團，共時用通感嘅舞曲喺演藝圈當受到大家嘅歡迎。做嚟講係客家版嘅小五時代喲。今天就會帶人來認識善良家族嘅香港嘅名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善良三姊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太極小魚。Hi， 大家好，我係咪吉小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資深肉麥小姨。爸爸媽媽都是本身就是正統客家人，事先跟會溜。從天是世界人講好路方案，唔定係客家人咧。唔一樣喎，係啊，正正經經嘅客家人，真正公公。正正經經啊，馬莎係唔正經嘅客家人。正經，誒冇東久冇看到二三十嘅嗬，係因為二毛呀東久冇看到誒，怎麼腫起來了？是中學客家面是挺好食呢。誒，客家東西最好食咧，客家要會龍潭的龍產茶。用很茶，而且跟我們有關係哦。你有關係，乜嘅關係？這個龍產茶是客家人，我們江家的哦。客家人說的江，漂亮的意思。我送你33按夾。哎呦，係講法點啊？都幾意思好料誒。好料誒。真係好。係啊。還有機會真係麻煩你哋話。唔係啦。你看人家同學啊，係啊，香港嘅。給乜嘅糖？濟陽堂，濟陽堂，就我們的淮陽堂。係啲桃園平鎮嘅善良三姊妹，落戶啲龍潭三水村，愛了解廣播嘅同學，佢當然愛先來鴉片了，到處多來嘅茶香，就先來四杯茶啦。有回甘的感覺。何止回甘啊，甘到不行。甘到。哦，很甜哦，呢茶。你講話真係唔滿意下我啊！龍潭呢邊龍產茶，你會按油面。入邊出本地哦，海拔差唔多300左右嘅哈，產嘅係龍產包種茶，啊，所以講喺入邊做嘅包種茶，清香，回甘，哦，當好，啊，因為入邊土質啊，紅土啊，做種茶當好。茶人嘅管理啊，聽講嘅，啊，管理嗰茶嘅安漿，係有機栽培，啊，種啲好，哦，喺啲做啲茶啊，喺啲茶嘅草中年容易出茶，那冇寫咗嘅啦。民國71年，新主席李登輝去到龍潭，而喺龍潭嘅茶嘅項目安名，像佢新主席安名，就安到哦，龍潭就安到龍泉包種茶，哦，龍泉包種茶，龍產茶哦，是都要飛，哦，你摘茶就先標準嘅哈，哦，兩個地拿哈，兩個地色。做唔得啦，做得啦，做得啦。做得是的，冇細呢。你茶餐呢？茶餐廳度啊，不回甘呢。誒，識得啦，再看看。不回甘呢，再看看。再看看，我看看，不回甘啦，回甘咯。有冇？哎呦唔啊，先做一陣面啊，會牛有冇？有樣嘅。除睇合適嘅天然環境，還有當好嘅茶園管理。龍泉茶啲做茶嘅時節，咪愛動用心來照顧。茶啲發嘅時節，愛種能2年1夜，係冇求動位變質，對烏龍茶變做風采。故所龍泉茶做嘅講係滴滴幾辛苦啊！講太過閒講哦，一茶米還有另外一種用法喎。你看你頭曬曬拿去不用等啊，哦，怎麼跑？對，室內微調時嘅舒服足足啊，按不要時間規間香氣，茶香，留意啦，你規間茶香要留意啦哈。好，什麼意？林家茶做的樣。哦，做得，做得，出來的，神采就是茶。阿姐，來，就不要不理他。好啦，茶比身體好啦，要這樣配吼。健康，咁貴。
哦，泰哥，哦，眼目含浆哦，哦，你讲堂真嘅有浆，8公年哦，8公年嘅历史诶，哦，你说3级古迹啊，三级古迹耶！哦，反正三姐妹一样都要变成古。懂不？了。泰哥，你想讲什么？你喺讲乜嘅？江真伟，港真伟，讲真伟。哦，该，你泰哥，讲万年，讲万年。古宋你妈喺都俩位分出去。哎对，哦，那泰哥看到了，济阳堂是第一，香港的你，老不？哎，哎呀，那铁块亮哈，这个胶子烧，油钱你知道发出油爱没？他看到懂得吗？有胶子烧哎，你说那保养的最好，很完整，很完整。萝卜说有引带啦，有引带就是果实会它不完整。哎，俩还有你带呀？有全部有引带。俩还嘛啥带？鸭棒没鸭棒。哦，鸭棒没老鸭棒。哦。海八公、200公日本。所以这边黑马干太改地毛，我看到干呀，这个是七家周的哦，七家周的转的，是 Noble 买的。哦，七家周的他讲，嘿，而且烧过头有嘛，有手味，像蝙蝠一样，像蝴蝶一样。People， 它有一个是谐音啊，福气到。哦，你没必贴你哦，没必贴的哦。你是特别做诶。哎，当然，爱你滴。你咧这样的哦，你节目提回去5年两期哦。5年啊，你有冇去按旧的时间？你拿一家去晒哦，早期哦，龙潭那边哦，算凤来，凤来啊，主持为了戏俩节目啊，如果戏电节一家晒，青岛龙潭的萝卜哦，还同来广府卖转的，卖牙。所以人萝卜青岛古迹嘛，它含咧广府社会转的。哦，哎，真强。对啊，你看咯，就地取材啊。你看，因为一家社会。挑摆的吼，因为那个火候的控制啊，无一天，古时候以为天棚不会浮啊，不会天棚它缝啊。不过咧，正经哦，变到喊他讲，喊他吃哎。哎呀，8公年。哦，像看艺术品的有冇？你看这一面墙拍照的话也很漂亮，马东江。苏公手嘅专长，正经动有质感，3姊妹软黑翕嘅3张相，行家凤阳崖手嘅专呢较实贴。难怪讲是大家都抢人爱来买。讲泰国韩国，武堂嘅石板喺100年以前对中国前祖来嘅拍摄，当硬当硬用。从门当贴嘅做嘅，咪代表当游戏节，步步高升。也条设计都係功夫嘅老主顾，希望子孙做在世代都幸福。还有对家条嘅希望啊，都控啲门前嘅对联度哦。济阳来取名哈，是看花曲居风表。阳春有色，彩笔生花。你看就讲功夫哈，肉助贤啊哈，对地方的各方面的服务都让人家可以成长，还有那个贡献。啊，你看一般是讲啊，公务要请鼓励子孙读书啦。爸爸，我们的那个旁边左右是什么？我的同心协力年年春，这么有相同性为本，感觉就钱很多。年年春，而且都不用翻译，也很好。不错了啊！还有俩，先人的智慧啊，路转分明。南山当户就说，俺家萝卜嘿坐北朝南，坐北朝南不哎冬暖夏凉。好，说看注意嘛，看山墙。哎，你看那个山峦，你看到冇？哇，一层又一层。公墓係啲龍潭千高嘅寧古山搭，佢那個係山貼山。啲燈果佢用為係有品質，有一種坐啲高位嘅國王氣勢。講太過講，只用堂嘅名堂啊，還唔單槍安呢，正堂地度行卡派頭。濟陽堂在理公派下第19世至46世的依孙字辈续字。那个公墓哈，济阳堂来去住是19世纪，在理工啊。19世。东莞村一世半师哎，曾字辈。哦，古时候你可以讲江曾伟，哎，兄爸爸是江兆雄，27世哎，27世。所以推算来台都俩他第9代，我是第9代。第9代。哎，俩kiến落福就是俩晋字辈晋传公的时候盖的。哦。想问一下，在安江的灯笼。哦，俩就是公墓迄套是，我讲说挂是新灯。哦。
哦，甜心灯啊，甜心灯，哎，灯的意思就是钉啊，讲的就是添这个儿子来的，不是了，点两个米松的那一堆，来迄个水后面那了不？哎呦，空一轮是，空一轮是最强的，最太的，哎，最有钱的。啊，从呢度意思就話甜條較鮮嘅地，較體質嘅，就叫落去來。哦，家下當棍嘅時鐘，咪係廣播嘅古董哦。行家啲時鐘上嘅亞種旋風圖，係公司29年希望嘅時節，師傅畫出來愛送本廣播嘅禮物，有甜素嘅意思。還有蛋糕下定廣播嘅家訓，希望後代子孫都做得照定來做。另外也盛侃用當好嘅喜樂器來做嘅，到也未經有100年歷史嘅，算廣播嘅寶貝古董。強用算係古董級嘅，還有也幾下種嘅交易，實在當難得啦！也甚至會搶定愛來炒。哦，即係我要係食先啊！你講錯個味啊？係啊，即係我做唔隻炒，做唔隻炒咧。龜頭就是講係廣播，講像鳳嘅、像房嘅、像薑嘅，哦像牛毛嘅、綠沙都做起嘅兄弟嘅，講滿門抄斬，所以做成6個兄弟，各自姓這樣。有沒有教過姓公的啊？外拍下。先拿出來查一下，族譜要查一下。你也很強哦，它這種其實也是一種陽藥。是一樣的嗎？你一樣的。做的泰國可以。用蠻講了，這點嚟做唔錯。我太高日啊，太高日就搬來講吼，輩分的拉，生意太不錯，生意全部起啦，都應該讓你做得錯啦。唔可以，該讓做得錯啦。古數啲點嚟一定要做阿太啦、阿公、阿婆嘅，生意做唔得錯。哦，咁條拜你阿公阿太有錯了。有哦，當然錯的咯，生意做得最大哦。啊，就錯你大名。咩？做嚟攞個門係冇乜嘢。冇講阿太吼，阿公吼，會大。那做員工啊，把好危險，好危險。唔可能點咧？好是排店裏面。誒，乜800年咧？要800年啦。太高日啦，全部手工去做的啦。哦，很強哦。誒，送來的吼。阿太看來到，有做唔對咯，做唔對咯。冇想到連炒交易都有規矩，就算係自家嘅子孫，咪做唔得凊彩炒。行人證件當從事上下嘅規矩。啲也打俾小眾還發現嘅另外一個六龜堂嘅同學，也都大興用嘅喏。龜頭就是講係廣播，講像鳳嘅，像房嘅，像薑嘅，哦像牛毛嘅，哦綠沙都做起嘅兄弟嘅，加講滿門抄斬，所以做成6個兄弟，各自姓這樣。多加了6櫃，打到6櫃中間就買的全部起干。六櫃頭，我咧那東鐵邊咧，最ท้าย就像鳳嘅，哦姓洪的，或者像廣嘅，哦像洪嘅，像翁嘅。像翁的，像拱呢，像拱呢，像房呢，像汪呢，啊，這6個兄弟。哎，古獸，你們考慮一下，3個用不同的姓，好不好？像拱，那你就太屌了。還是吼，我請問一下吼，以前啊，我是冇剛剛都以前結婚的時候啊，不是說同性不能結婚嘛？就這樣子6櫃堂的話，會不會也中得？而家通用啦，中到而家講嘅吼，呢6櫃堂係就起干年。有冇教過姓公的啊？外拍下來。先拿出來查一下，族譜要查一下。秋哥啊，一不小心啊，就跟自己的這個姐妹，親戚交往，哎，這種的，這種的。剛講你很像嗎？像誰？哦，還好。你摸過有冇？唔太好奇，黃乾圖為到愛照明，老六嘅奶爺本作為6隻相，過後6兄弟都靠到進士，加速當公用，大家就稱說係6櫃連峰，也就係6櫃堂嘅源頭。哦，你也是第一。6櫃有哪6櫃？阿富櫃、菜頭櫃。
蛙贵，贵，我拢讲啦。六贵，你3早还蛮结婚的。哦，有样哦。哎，对。跟哪6个姓氏的真的跟我们的你们是同宗的，跟我们的结婚哪6位？翁跟拱。翁跟拱。那就红跟番。江跟什么？汪跟江。那个汪。还是第哦。汪江。爸爸，跟你家同或会吗？同。淮阳堂，淮阳堂。哎，不是应该济阳堂吗？济阳堂、淮阳堂以前都是同宗同祖。讲是用骨来做香，年头系啲河南沈阳国家灭铁过后，香港嘅子孙走到淮阳，在个世道陈流，前面来到济阳，啲济阳发展咗有名嘅家族，下後香港嘅人就用济陽還有淮陽來做權號。並啊，講嘅時代呢，是啲啊嘅台北行搬到關西嘅六曲部。好，啊到我讀國中3年嘅時間，是啲關西搬出來到平鎮，啊啲來台住全部都共同嘅。哦，就會自家人呐。胡說，你是迪亞吼。淮陽堂跟濟陽堂全部都香。全部都同宗啦。同宗啦。但是都搶命瓜子啊，全部會轉來。哦，全部做了量。嗰陣話國小時間要轉來也會瓜子，因為較做迄個煮塔是啲料。都了會，了會搬出去嘅。三兩三姊妹都喺桃園平鎮出世，大幫也擺轉到龍潭故鄉，對佢哋同好嘅年頭有認識行較多嘅。講太哥講，講木子用同嘅奧妙，還蠻少嘅睇到，大家行到木後輩嘅新派來去。哦，很香哦，你喺乜嘅香味啊？桂花，桂花，當時有看到暗派嘅桂花樹誒哦，哦，很香哦，細末一定會桂花，因為才會高貴嘛。高貴，貴氣，價格很貴。你呀來了地方啊，所以啊，公堂嘅後輩。係喂，你看那個祖先稱為 top 1桂花。哎呦，很 fashion 哦。所以說啊，祖先稱為 top 地方，通常地理環境清好的地方，係地理形象特別顯嘅地方，所以你帶子孫就平安。那種桂花本來是子孫哦。世世代代就貴人相助。哦，你看那邊，哎呦，很香哦。對啊，燕山一層一層哦。講木後輩嘅四三派，除咗種桂花，希望由貴人來聽數之外，呢度還係嚟廣播嘅舒服神哦。你後邊喊他講。後邊來三姊妹來，三姊妹。阿哥做乜嘅？來看啊，你廣木做嘛？你後邊看水鄉。你有問過？北公就喺呢邊，北公就係保護人哋廣木村呢邊。哦。所以現最好嘅地方係北公嚟錯。所以啊，有一首歌叫做《八公八炮》，冇吃雞，冇吃牛，冇吃雞，冇吃牛，吃隻鴨嘅雙臂泡，吃隻鴨嘅雙臂泡，中了了。真件係通鑑嘅故事，唱到安歡喜呀！廣播嘅老祖公真件動聽，為小眾呢，為種茶，還為看天理，連北公嘅成績都顯到當好。也搭配出嚟味所歌，同樣沒有天理嘅考量哦。做得咯。咁啊，講出嚟我暗幫，要喺啲珠寶啲料會，喺北公啊，吼，喺啲北公實啲咧，珠寶喺兩邊。哦，你看你啊，闪亮三姐妹，暗幫，但有兄弟姊妹嘛？三兄弟啊？哪位？我了，哦，太公，哦，太公用。哇！啊，泰國嗰度好介紹下，有幾多兄弟姊妹？三兄弟，兩姊妹。哦，咁仲有5屆。5屆。咁人家三兄弟做乜屆？三兄弟啊，我同阿老太也是做茶，還有做傳湯，還有阿姊阿老妹開咖啡廳，兄弟姊妹叫我做，最細老太就國外轉來台灣之後就做科技業。想想看，剛剛講的這個跟對聯有沒有符合？真係有咧！剛剛對聯係乜㗎？彩筆什麼彩筆生花。對，就是講那個弟弟嘛，科技嘛。那個什麼服務，那個就是講哥哥二哥，完全就跟對聯一模一樣。對啊，中庸。所以說，你看你們家對聯該換了。
你家对联给我再念一下。同心协力，年年春啊，哦福相同，信为本。哦，也不错啦。可是我们都还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，一家人看。广播嘅老祖公对福建云天高海擂台，系啲良塔做茶落实，子孙各个发展事业，未有东方嘅成就。为到爱本行卡多年来了解客家文化，广泰国老家到百年老屋开放本民众来参观。老屋冚下嘅比托，咪長到又長又正，喺啲老屋面前係嘅老式傳統，當到真實嘅人，係會當工來食好了哦。董太哥，你要出来了要从传堂啊，堂你供啊吼，轻松时啊，要这个预定啊，哦都很难定。真的，你有订购吗？买订购了，要打枪200。哎呦，神一样吼，票价是筹度了会，太厉害了，对啊。以后呢，来时间哦，记得板凳要给我坐在外面。公務傳統可以20年呢，唔但請年年朋友當家己，就連正宗名流咪都係亞達味嘅主顧。因為亞達味就係客家傳統嘅好美食，貴族嘅好料啊，愛對奶出開始呢。廣泰哥推薦亞出風味一定好嘅吉野粉腸。其实吉野粉肠哦，它作为较苦的时节啦，就是也是一种良药。哦，你有问过，口饭无钱，目前小孩子感冒，体格不好，是跟人家来试验，做出来试验，哦，它是对你的体感啊，真嘅哦，哎你做事哦，体格最无好，我讲，哎呀，用饭，味道好呢，你都好。有吉种的甲淡淡的，吉种的香味，这个都是上100年的历史啊。啊，你都中间，对，好，泰国可以，一對呢個懂好嘅，還有唔錯啊，係是你好，是了嗎？哦，小八，好吃的，很 Q， 有的那個粉腸哦，煮太爛的話，一咬掉就這個綿綿狗啊，好深。那有的煮得不夠爛，就像口香糖嚼不爛，你要煮得粗粗透。喺你客家嘅很多啊，青島嘅小吃啊，精油啊，喺你講不好，推自身把它發揚光大。其實青島人唔講嘅都出嚟，而青島人看都唔是講多啊。韓國，啊，第一擺看到，所以你特別，你還蠻生牙牙的。對佢講吼，你家家做的什麼？哦，做的，看到爸爸是牙的做的是天天做的是。有用哦。你懂有嗎？我是做的是的，是夫婦啊，是夫婦。係啊，對佢個懂吼。對啊，所以你是夾個糖啊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夾個奶湯。小總啊，你很冇禮貌呢，啥個喊夾巴來食嘢唄？夾巴講啊，其實清正貴嘅就係吉野。哎，小總啊，你們來試一批啊！吉野粉腸係當傳統嘅客家食料菜式，就像公爸爸講嘅，吉野做起來清香微苦，係客家老比人早期製作嘅寶貝。唔過也下既然東南食到嘅，讓我也出協節咪係歷史當久嘅客家菜喲。有故事呢。你問過？我爸爸提哦，我爸爸其實不會講哦，以前開始細漢時間嘛。細漢時間啊，我爸爸就專門弄這個給我們吃。他說女孩子啊，長大轉骨啊，男生女生轉骨啊，他就拿這個來給我們吃。哦。嘿。腳板冇按到有錢，冇按到錢去買按中藥啊、西藥。對了。嘿，是呀。骨頭裏頭最多鈣質，還有什麼名字？哎，你都用那個水哈，真的。對呀。你看拿太土了。哎呀，就会。哎，你過條，你過條，你過條，快啲，過條。冇咯。哎呦，可以啊。我的入口即化。別的咧是入口即化。作為總統，哎，然後是。用兩道菜啊，外邊沒食唔到，食唔到，還要加米湯啊吼，我底下唔可以食嘛，做下菜，唔可以食人哋米湯，然後客家人就咯，而家黃跳醬啊，同這邊，誒，唔可以跳下，唔可以跳下。廣泰哥講，
翕節係一出麻煩嘅速錄菜，愛先煮勻，將食嚟到。然後也出最香煮腳，咪係愛先煮勻咯。前面先做，次嘅最好。主要把预计先做我們的蜜公開給我。爸爸，很香哎，爸爸社工哥，口感跟大家講講。没有，因为它最大。你最近瘦了，真的。喺影片上咧，出特別嘅散特同你講，叫他呆哦。你要準備喺咩落土地講。我喺見到，哎，李哥，李哥，唔係對啦，李哥，李哥，我有。因为它最大。你最近瘦了，真的。哦，观众会说我都喂你吃叶子，哎，你这种的，你剩两天了。将功赎罪，将功赎罪。我们想一下。永慢，冰冻永慢。它很清香，不油腻。然后又脆，唔好講咬唔到。它是10幾種的中藥香。哎呦，不咸，唔會鹹 Q 鹹。骨頭做得是吧？吃看看啊。很清香，对不对？完全不油腻。爸爸跟我懂哦，完全形容的完全是來上的講。所以這邊嘅係咪雞？唔該。骨頭做得是。骨頭都是。當然骨頭全部都是。硬哦。電到本人咪殺咗嚟好，講我三姊妹唔係青菜硬得咯，一出嘅傳統好美食，大家都識到當歡喜。也按傳統嘅客家菜，小眾乃會食係食天天，結入粉蟲嘅秘密，眼淚熱啦。粉蟲應用版，哦，看落較好食。有啲要學喺度拍拍，透明嘅嘛。哦，看兩地方係啊，一拍一好食係啊。哦。看嚟清水嫩油嘛。係。有啲買出嚟拍拍試拍。哦，咁唔就試拍。餅乾嘅。係餅乾嘅，隔夜。哦，按鈕咧就很新鮮嘿啊！哦，係飽滿。哦，還有咧，伊講咧，嗰個名迄落飽滿。料理愛好食，讀食材係第一步。主廚講，粉蟲通過後，再個切做熱後嘅體色，安尼嘅口感真好。再個來就係野菜嘅靈魂，結合愛蘇當鮮榨爭氣哦。有點比較較純嘅味道，嘿。不過有個葉子也係個綠色個青草味道，個味道。像要就是米罐咧，之前你煮吼，用乾麵汁煮，米頭全部做。我知道。今日嘅美食真見鹹係千合烹飪嘅味，人我也出翕節小眾當然唔會變過。講媽媽講節係自家屋下比糖學嘅，也下為料理嘅人結結唔到嘅。那就這古時候的錄音帶哈，從哪來過來的講法？燜土鯽魚的。燜土鯽魚，一這個魚啊吼，一開的時間是最好食。就叫了三角石頭安胎哈。哦，唔講哎呦，三角這樣。哦，剛好3個指頭哎呦咧，是最後食的時間。對。用胎嘛唔好食，用西嘛唔好食。咁你用乜嚟煮？有啊。燒過炸過，將落去過嘅哈，就用黃頭絲啊哈，蒜，你們10點以內哈做一包，是不是10點做一包？10點做一包。但是你做1/3的時間，你就加點黃頭椒。米醬係行人親接用嘅調味料之一，像炒鴨蓮、炒芥粒菜都會標定為米醬。節愛翕15點鐘，才算做好食嘅。骨酥肉香，食材很好食咯。看睇祠堂，食得好料過後，3兩3姊妹愛帶人轉到平鎮繼續理場了。你哋都帶平鎮好冇？係啊，唔錯啊。我行啊，
厉害的地方啊吼，哦，对啊，哦，了老妹，伫遐做李长，哦，李总嘿啊，嘿，李总，迄哪位李总？我迄平南里嘅李总，嘿，哎呦，品真平南里嘅李总，按后上制作的李总，无啦，无按用讲啦，无简单诶，学习，一块是李总嘛，嘿，李总，然后是议员嘛，立委嘛，最后你就选总统，好不好？这几年我爸爸都是在调身体嘛，然后呢，那我就要说他年纪也到了，从政这个东西是吃力不讨好的，而且也是很累。那我就跟爸爸讲说，他做还不如我来做，然后他来做幕后来帮我这样子。然后爸爸呢，他也是只给我一句啊，他跟我讲说这个会很辛苦，你做对吗？你后场你做对吗？嘿，然后我就跟爸爸讲说，某师都有蛮多唔对咯。你应该觉得，为什么俺会吐你来两边黑吗？对啊，俺老人讲，那品质啊，去特别的地方啊，就是太给印象啊，应该土地公，很远才有一扎，或者每一个里才有一扎土地公。错。鸦片山呢，去特别的是三大土地公，乡下呆哦，还乡下呆哦。哎呦，按这边你有没有按钮？一定会摸一下。你先哪一扎梨的？平南梨。平南梨，你还哪边梨？鸦片，我们现在采的地方呢，还品真梨。品真梨，该要唱到该立中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有吗？有，还有准备那老土地公。哦，还记得，立中。没对了，立中，黄羊，哎呦，老李总，唱不一下吼，来看到你桥啊吼，你动特别的，你喺嘛间桥啊？亚洲嘅桥牌，冇个凤凰奶，我糯米桥奶，结转嘅结起来嘅，涌起来嘅。按有没有坚固嘛？都对啦，T 拜看到嘛？而且重点是在这边住的里民啊，还有一些居民啊，10几20年前住这么久，都完全不知道说这道桥是用糯米做的。古时候都市窑的时间是都下桥。我家桥讲啊吼，300块，大都穷啊呀！突然一定个，好来，细细嘅蔬菜有300八角，真见动贴撇嚟。罗李总讲，现在头摆鸦片有3条水路，300八角各干1条，古时将会有按贴撇嘅情形。不过一下有条水路已经吞脱，看唔到咧。你下嚟到你北角啊？鹽墩北角。哦，基本技術按難嘅啦。嚟到了後，已經好好擺下。其實衝過本北角談好嘛？好啊，準備嘛？好來啊！晚上的時候，在這個依然下着大雨的午後，你大饅頭、大芋頭、大豬頭，又在騙我了，總是這樣。夢想人生被你看見。太球嘛，是菜哦。正经太球，你用啥挑你没挑？对啊，是这样。我讲他真嘅，按挑啊吼，北我可以懂传递。下一拜吼，继续来连任立中的时间，一定冇问题。三姊妹又唱又跳，按健身，北公天作为保佑啊！罗李总来带路，也3间北公庙，天作都会摆一下。你看，就连小猪都跳到像拔孔诶！第2间北公庙就是人讲水头北公嘅公研究。清朝乾隆年间就有人来拜，1984年起过。当时老祖公知道农作物丰收，就是认真北公显灵保佑。古所掌握的鸦片去嘅3间北公庙。三姊妹嘅热情采本老李总，80人死人呢，还动有法力咯。行家节奏感又好，舞步一啲咧就冇跌退咯。大家繼續又唱又跳，前面來到嘅福潭橋，香火咪係對清朝乾隆年間延續到一下，由300八角來保佑，難怪平正人平安又順心啦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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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种感觉就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平常我们去泰国啊，不是会拜四面佛吗？如果有灵验的话，要回去怀孕。听说，你啊基本上吼，你啊三傻你啊。你都有拜，都有许下心愿的。他是你的心愿有完成，我们要再回来。那董冲了哇！啊，最尾问一下，你你第一个李仲香柳啊，cái柳迄嘢同我嘛係。那個唐三頭。胖桑头，嘿，唐三頭。对吧？我们年轻人，想当当面想当天。嘿，老公做自己10年，不是埋怨。欢迎。罗李总真见限定印象哦，还老后生人来搞从各位接力，都来到凭证呢。三两三姊妹讲，有一只蔬菜没听错，而来小姐，凭证有3太香，按节目小姐个2箱，也向小组还忙来讲呢。厉害嘞！你喊三傻出来了呀？没有的嘛？你看介绍个共同的节目呢？对啊，共同哦。你看共同。你第一么？你们有介绍过叶嘉修老师叶府，还有介绍这个雷洪雷大哥，他姓宋，姓宋，姓宋。接下来第三大之内3大王姓王就是直怀堂，直怀堂迄香王，总共有还有哪干4大特点。4大特点，哪4大？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梯调，地点，譬如说这个香红太原头，它是来自于太原的地方，地点还有人民，人民嘛就还有该有名的人然后底下吼有下写的诗，题的词，第四个，它的中心思想，超啦，比较难猜疑。譬如说那个像曾国城啊，姓曾的最有名的是什么？曾子，对，曾子是这个词哦。3大王姓王就是直怀堂，迄香王已经懂有钱哦，你看，哎呀，看呀，哇，比东东没有喊他太一点啊，哎呀，我看一下，有一空空啦，好吗？哎呦，喊他富丽堂皇啦，要说啦吼，总统里面对吧？地保级的。长老级的，福山长老，金山长老，91岁啊，61岁啊，哎呦，你好，阿忠姑啦，阿忠姑啦，你好那，阿忠姑，爱的，太强姑，我跟你讲，你个太强姑，太讲我问一下吼，你有没有很多吃饭桶？吃饭堂是因为三兄弟当时是做法术很苦的，就按照做个出牌书的啦。也同好嘅典故就係講五台時節，黃有文學當寶，啲做朝廷太監嘅時節當有貞節，宋朝嘅時節認證入到宋太祖，就改派到上祖。佢去上祖之前，啲鴉片種嘅3條槐樹，3塊糖、7塊糖就係按呢來嘅。後來嘅天爺下來王旦啊，就做到宋真宗嘅宰相啊，就說誒嗌王母係王家啲也看安尼啦哦，對嚟個7塊糖，再加個3塊糖嚇。但是嗌糖哥也有個太原糖，
因为我祖先的来源啊，山西省吼太原府啊，我说我个祖堂的太太吼，第一打那个太原堂，太原堂是以天阳孔孟来做天阳我先祖的来源啊。哦，原来是有哦。香红的呀，香红的，嘛太原同啊，香红的，太原吃饭桶、三百桶，全部都香红的桶。一公堂啊，皇帝有风过嘛，哈，祖堂做的流烟的模样。我个祖堂哈，有5对胭脂母哈，因为个汉朝时间哈，祖先有煮过那个五斤啊，五斤啊，那个马盖5斤，诗书礼叶春秋那个金呐，五斤我的金啊。唔讲我公堂个材质数哈，向内向外对，一般的北宫来讲哈，北宫那边是单向的向外的，啊，比较稍微比较小的庙只是向外哈，一般的，但是那个向内向外的，好像公堂来讲，应该就是我们王家还有唐料泰国购是底下吼，你一开始都对唐号会有很多疑问，好多迷思。因为很多香红哎，一下又有这个太原堂，还有商怀堂、慈怀堂，都以这个人名还有地名来取名。对，因为统后啊吼，统后还有蛮该是4大特点。4大特点，那是它。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地点，譬如说这个。香红哎，太原堂，它是来自于太原地方，超地点还有人民，人民嘛有，还有该有名的人然后底下吼，有下写的诗，题的词，它第四个，它的中心思想，超啦，这个比较难猜疑。譬如说那个像曾国城啊，陈哥，他的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姓曾的最有名的是什么？曾子嘛。曾子，对，曾子是这个字哦。我很认真哎。他的中心思想叫中树，所以福寿比有个中树堂。总书堂。来复习一下哪4个？第一个地点，人民，还有一个写的什么？诗题词诗，还有他的中心思想，中心思想4个了。嘿，你自嘅節奏感還係動站哦。看睇嚟平鎮3派同好之一嘅文物，前面按來到嘅素材，就係老3姊妹同有關係嘅一間廟。來到呢天鳳太是嘅吼，客家人咧吼最重要嘅這個信仰，係嘛？一民廟。你下來都是一民廟。你就喺度哪位出生呢？你那位？在地出生的。出生啊，在地一民廟出生。真的哦。真的。我們都了，太高。你好。呛问一下，你乡不乡？乡松。但你要统后诶，富梅地其实就是一个诗，它是一个是一个宰相，他写的一个诗。我们宋家出过宰相。对。不过，你看到了，你了因为一米没有哦，都有特色。你个神像，喺台湾所有一个移民乾隆皇帝册封为人家人保重。陈主任建议将北港的移民庙，将给原住民封诗意，说啊，你有这个正义，还有漳州人，怀中，就是表示说他林爽文是，漳州人，你要得引来，还是有把他平乱，所以移民也代表客家、福佬。原住民还有福建的漳州人，所以尤其人家移民庙喺台湾所有移民庙中，世界有交有移民有精神的比赛。人家庙第225年前开始起，到了咸丰10年又重新又修翻修。早期平鎮人都去到新埔移民廟來拜移民爺，因這路太遠咧，故所過後將啲平鎮起嘅夜間保宗祠，將各位嘅下拜
将变做以下嘅样嘅：老新布、苗栗、头粉，本人合作喺北台湾四大语面苗。苗嘅胶子頭嘅，膠子頭，膠子頭咧，迄來講台灣那個一定大嘅比數。哦，最大嘅，就是我們在99年的時候修理的時候，請原作者的孫子，我們請他試驗用哪一種鉗割機來射。所以說我們現在是，你看看都很乾乾淨淨。槍力，哎，可以栩栩如生，他懂講。唔過啊吼，唔過，你都了去出神州嘛？对，然後我外公外婆、媽媽、爸爸都在這邊。全部都了去。對，根本哎你啊吼，是表演本一秒的看。哦。因為係第一爸爸有一隻嘛個。變形金剛。哎你啊，是表演本一秒的看一下。哦，你看冇中庸嘅。展現哎你嘅才藝。哦，很強哦，看到冇？準備咯，上舞台啊，來！按管理嗰度了，認真了，啟動來動作醫，還有一衝個門1秒落行，還有衝了多啊，客家歌曲，客家歌曲最好聽，客家愛看大家，客家嘅9秒鋪 ，disco good good，disco disco good good，disco。大家人工機準備好嗎？演奏會要開始了，現正廣播前世嘅老妹，又好唱又好跳。無所就開始係閃亮3姊妹嘅演藝之路，喺舞台上唱到歡喜，跳到鬧熱，展現自家嘅才情，咪變做平整輕傻皮嘅客家語。我哋節目打唔到散雜吼，真係吼，是底下吼，客家語恩音準，你睇下這嘛有做製作人咧，厲害。你有看過這麼性感、這麼大的李總？哎呦，你看，哦，那李總太近，懂聽邊，我做事情。作詞作曲全部都太近咗嘅，不錯，希望下一拜還有地府有可能你對吧？出新的專輯來創歌俾大家來聽，創客家歌曲，好唔好？阿公阿婆都講客家啦，然後客家人呢，然後老一輩他覺得說，後生人啊，愛好啦，愛好也當客家話，家裡啊，從阿公阿婆、奶爸爸、奶媽媽，然後一直到我們這一代來講的話，都希望這個客家話可以不斷的繼續保持下去。所以我們大家一起站上這個舞台，好不好？我走嗎？你確定？好，來，閃爸，麻煩一下哈。哎，怎麼上不來？閃爸，麻煩呀。哎呦，這舞台是做的好，大家好。據說呢，下一個禮拜，台灣時間2個，客家演員。